好，今日嚟介紹呢個 QuickSet 你個牌子嘅電子鎖有幾好，當中佢有人臉識別啦，有撳密碼啦，有手指模啦，亦都有 remote 去開鎖啦，仲有一個咧傳統嘅方法，因為呢個好緊要嘅。如果真係個電子上有問題，都可以開到佢。而家試一試人臉識別先，撳一撳佢，咁就得㗎啦。我再閂翻埋佢先。試一試佢個傳統嗰個鎖係點樣先，即刻落翻，好簡單，呢度敲開佢，又對翻個窿，咁就搞掂，好重要，非常之好用。好啦，介紹到呢度，拜拜。